继续关心晶片大厂超微的董事长，嘛是执行长苏姿丰来台湾。昨昏，伊伫台北的大饭店办到，请供应链的业者也有客户，包括台达电、叶英达，也有具伟创这的公司拢有到位。苏姿丰嘛表示，半导体供应链的组成是真复杂，伊嘛捌和美国政府讨论过相关的问题。拜日尾仔嘛，车伫文华东方酒店门口来去，美国晶片大厂超微董事长甲执行长苏姿丰来台访问，选伫遮请客户甲供应链业者有台达电、银宝、英业达、伟创等管理高层拢来参加。被问到是毋是捌甲美国政府参详降低关税？伊讲出答案。We are always actively discussing with the U.S. government as well as all of our customers and partners. I think it's important because semiconductors are such a complex supply chain with so many different pieces. 缺口恐怕不是台湾短期内我们自己能够补足的，所以一些外籍的学生的导入变得是必须的。苏丰则表示，超微是美国公司，美国制造当然是关键优先事项，也宣告加州台积电伫美国已经一来面制定的客户。即摆来台湾大动作，比较都是第一个条卡，因为前一日回答都要宣布要甲台湾共做 AI 美国制造大联名。在 AI 所需要的这个晶片以及一系列的解决方案，那么未来呢，将有可能在一部分都会是以美国为主，在美国当地就能够有自主可控的一个这个目标。回答宣布合作台积电食品、鸿海核实，真侪台厂计划伫未来4年内伫美国打造价值5000亿美金的 AI 技术设施，美国晶片制造封装测试全产品一条线 Made in USA。来积极的跟美国在就这方面来商量。那基于台美之间的这个大家的利益，我们会让台湾的这个产业在这个关税上面能够达到一个公平竞争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川普关税政策也无完全定限，虽然拜日台股收红，毋过半导体是毋是加扣关税，依然爱等美国商业部调查。第二，台股可能依然是无稳定。记者综合报道。